而家係微微煮食時間，今日煮嘅係鮮茄蝦仁，材料有蝦仁200克、中番茄4個，調味料有糖、鹽、好似後面那些咁。去咗中間白色那粒心，然後將個番茄一開四，再開半。而家先煮返蝦仁先，猛鑊陰油，放下蝦仁。放好蝦仁後，可以用石油氣，可以不需要咁猛，只要適當嘅猛火就可以了。蝦煮到轉色，便可以盛起。不用洗鑊，因為有蝦的香味。放下番茄，我是不用水煮的，初時用中火，煮到滾起，用慢火慢慢煮。蓋上鑊蓋，用細火慢慢煮。看見番茄略煮溶了一些，便下些鹽，下些糖，糖要比較多少少。煮到番茄略為認為自己適合的程度時，落生粉水打個芡，打完芡之後要煮一陣，待番茄凝固溶，略為較猛少少火，中火可以落蝦仁，拌煮一陣，待蝦仁入味便可成碟享用。這個要猛火煮一陣，因為若猛火蝦仁會霉的。這個鮮茄煮腐蝦仁便完成了。